1967年有一段時間，香港人行街唔可以再只係諗住趕返工、買餸或者搭車返屋企。街口突然封咗，有人同警察對峙，路邊一個袋，冇人知入面係雜物定係會爆嘅東西。見到嘅人第一個反應唔係行近去睇，而係退後幾步。但6·7事件唔係由炸彈開始，佢係由工廠入面嘅勞資糾紛開始，之後先一路變成政治對抗、街頭衝突同炸彈恐慌。一場工潮點解會走到呢一步？今集我哋由頭講起，歡迎返到嚟我哋事到如今嘅頻道。今集講1967年香港呢件事，有人叫6·7暴動，有人叫6·7事件，亦有人更加強調佢最初嘅工人運動同反殖民背景。我哋今集唔急住用一個稱呼幫成件事落判斷，先睇工人點解不滿，再睇政治力量點樣介入，衝突點樣擴散，最後先講炸彈、死傷、拘捕，同埋呢件事點樣改變咗香港之後嘅管治。因為如果一開始只講邊個先動手，好多背景就會唔見咗。但如果只講背景，又唔可以將暴力同平民承受嘅代價輕輕帶過。先將時間放返喺1967年，香港仍然係英國殖民管治下嘅城市，人口增加得快，工業同出口一路發展，但唔同人感受到嘅香港差距可以好大。工廠工人面對長工時、工資、待遇同工會代表問題，政府有勞資調解制度，但工人可以直接影響政策嘅渠道唔多。對一個日日返工、收入又唔鬆動嘅家庭嚟講，制度有冇存在，唔等於佢哋覺得自己有冇被聽見。同一時間，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澳門年初亦發生嚴重政治衝突。香港唔係同周邊環境完全隔絕，報紙、人員同政治消息都會跨境流動。呢啲背景唔能夠單獨解釋6·7，但佢哋令香港本身已經存在嘅不滿變得更加容易同更大嘅政治情緒接上。香港警隊嘅歷史資料將1967年早期勞資糾紛放喺4月中到5月底，涉及航運、的士、紡織、水泥同人造花廠等行業。最初嘅爭議唔完全一樣，有啲係工資，有啲係工作安排，有啲係工會究竟由邊個代表工人。所以唔可以將所有參加工潮嘅人當成一開始就有同一個政治目標。對部分工人嚟講，問題其實好直接，做足咁多工，點解人工同生活仍然追唔上？遇到唔公平嘅安排，點解想搵人講理咁難？但工廠外面嘅政治環境慢慢改變咗呢場糾紛嘅性質。部分同親北京工會有聯繫嘅左派人士將勞工問題放入反殖民鬥爭之中。佢哋認為香港工人受到殖民政府壓制，應該組織起來對抗。呢種講法當然同當時中國大陸嘅政治氣氛有關，亦受到澳門1、2、3事件之後嘅局勢影響。親左派報章同工會組織開始用更加強烈嘅政治語言支持示威者。但呢度要分清楚兩件事，有人有政治目標，唔代表每一個工人都有同一個目標。後來有政治動員，亦唔代表最初嘅工資、工作同代表權問題就突然消失。一場地方性糾紛開始有更多人用政治身份去理解。由呢刻起，任何一次談判或者衝突都唔再只係工廠入面嘅事。當工廠外面出現人群，警察同示威者發生衝突，政府開始用公共秩序嘅角度處理局勢。對政府嚟講，如果示威持續，工廠、交通同城市服務都可能受影響，唔出手，佢哋擔心局勢會失控。但對示威者同支持者嚟講，警察一介入，就變成殖民政府壓制工人同政治反對者嘅證據。有人被捕，有人受傷，每一次行動都令另一邊更加肯定自己原本嘅判斷。兩邊睇緊嘅已經唔係同一件事。政府睇到秩序，左派人士睇到壓迫，工人就可能同時記住自己最初嘅生活問題，同埋眼前嘅警民衝突。去到5月，示威同罷工開始擴大，衝突唔再只係一間工廠，而係慢慢去到九龍、
港島、工業區、交通線同警署附近。左派組織有報章、工會、學校同街坊網絡，政府就有警察、法例、拘捕同緊急管制。兩套組織方式完全唔同，但都可以將一宗地方糾紛帶到城市其他角落。交通一受影響，普通人最關心嘅未必係邊份報紙講得啱，而係今日仲有冇車返屋企，條街仲安唔安全，屋企人幾點可以返到門口。當政治衝突進入日常生活，原本冇參與示威嘅人都被迫感受到佢嘅存在。1967年7月8日，沙頭角一帶發生跨境武裝衝突。英國國會7月10日嘅Hansard討論記錄當時有5名香港警員死亡，11人受傷。呢個係當代英國官方記錄，反映到其中一個角度。至於事件全部經過同責任點樣分配，就唔可以只靠一份官方講法落結論。但無論由邊一邊去理解，沙頭角都令局勢出現咗一個明顯轉折。對政府嚟講，呢件事支持咗安全威脅嘅判斷；對親左派人士嚟講，亦可以被理解成反殖民鬥爭受到武力壓制嘅一部分。對普通市民嚟講，感覺更加直接。原本好似離自己好遠嘅政治衝突，已經去到邊境同警察崗位。去到後期，事件又向另一個方向發展。街上出現自製爆炸品、假裝置同汽油彈，警方同爆炸品處理人員要逐一處理可疑物件。香港警隊歷史資料記載，1967年5月到12月處理過8074件疑似爆炸品，其中1167件被判定為真爆炸品。呢組數字出自警方歷史資料，統計口徑要同其他來源分開處理。唔係每一個可疑裝置都真正爆炸，亦唔係每一宗死亡都可以用同一個原因解釋。但對一個普通家庭嚟講，差別未必咁容易分。電話亭、橋底、校舍附近出現可疑物件，已經足以封街、停車，令人帶住細路走開。到呢度，政治衝突已經變成一種日常恐懼。港英政府加強警務部署，拘捕部分示威者同組織領袖，亦喺5月到12月之間使用緊急規例。香港警隊歷史資料提到，相關措施包括扣押武器、命令處所開放或者關閉，同埋驅散集會。至於1967年實際用咗邊一條附屬規例，幾時生效，仍然要按當年法律同檔案逐項核對。所以今集唔會將未核對嘅法例名稱講到好似已經完全確定。從政府角度，呢啲措施係要恢復秩序，阻止炸彈同暴力擴大。但由另一個角度睇，緊急權力亦會壓縮言論、集會同政治組織活動嘅空間。政府嘅處理唔可以只用鎮壓或者維持治安其中一句講完。要問嘅係每項措施有冇法律根據，實際點樣執行，最後又由邊啲人承受代價。6·7事件入面有示威者、警察、工人同普通市民死亡或者受傷。香港警隊歷史資料記載，事件期間有51人死亡，832人受傷，另有1936人因相關罪行被定罪，其中包括10名警員死亡，212名警員受傷。呢組數字屬於一份警隊歷史資料，唔同來源對死因、統計範圍同拘捕數字可能有唔同口徑，所以唔應該當成唯一答案。但有一件事唔需要靠統計口徑去爭，暴力會令家庭失去親人，會令傷者留低後遺症，亦會令好多原本只係關心工作同生活嘅人，突然要擔心自己同屋企人會唔會返唔到屋企。6·7最難處理嘅地方，就係一個人可以同情工人訴求，亦對殖民政府有不滿，但當炸彈、針對人身嘅暴力同其他襲擊出現，呢種同情一定會受考驗。另一邊，市民可以希望政府先恢復秩序，但唔代表佢哋會認同殖民制度入面所有不平等，或者覺得警方每一次行動都冇問題。一個人可以反對殖民管治，亦反對炸彈傷害平民，可以支持恢復秩序，亦批評政府處理勞資問題太遲。歷史人物同普通市民唔一定只可以企喺一邊。如果我哋只將人分成支持政府或者支持左派，真正生活喺衝突入面嘅人就會消失。到1967年後期，炸彈同暴力仍然持續，
政府文件、當時報章同後來研究對事件點樣結束、邊一方作出咩決定有唔同描述。比較穩妥嘅講法係，政府嘅警務同法律措施令左派組織承受巨大壓力，暴力後來逐步減少。至於中國內地方面喺年底對暴力行動嘅態度同局勢降溫之間有幾大關係，就要分開用當時文件同後來研究核對，唔可以用一句話代替全部因果。停止唔代表所有問題已經解決，有人被捕，有人離開香港，有人失去工作或者家庭成員，社會對政治同政府嘅信任亦唔會一夜之間恢復。6·7之後，港英政府逐步加強公共房屋、教育、社會福利、青年工作、民政溝通同投訴渠道，但呢啲改革唔應該全部歸功於6·7，經濟、人口、國際環境同政府本身嘅政策轉變都有影響。比較準確嘅講法係，6·7令政府更加清楚見到，擅靠警察同緊急權力唔足以長期處理香港嘅社會矛盾。政府如果只要求市民守秩序，卻冇渠道聽到市民點解不滿，危機仍然可能由同一條裂縫開始。所以6·7之後嘅改革唔係一個簡單嘅政府突然變好故事，而係管治者面對現實壓力之後，開始補返長期忽略嘅社會工作。有人叫佢6·7暴動，有人叫6·7事件，亦有人會強調當時嘅反殖民同工人運動背景。一個稱呼往往已經包含咗一種判斷。今集用1967年香港社會危機做主標題，唔係要避開暴力，而係想將成件事放返入時間、制度同社會背景之中。片入面仍然要講炸彈、死亡、拘捕、警察行動同政府限制，呢啲都唔可以由一個標籤代替。6·7同時係工人運動史、反殖民政治史、冷戰香港史，亦係好多家庭嘅生命史。唔同記憶可以互相衝突，但唔應該互相抹走。反到最初問題，點解一場勞資糾紛會變成香港社會危機？因為幾條線撞埋一齊，工人對待遇同代表性嘅不滿，親中左派嘅反殖民政治、文化大革命帶來嘅區域氣氛，殖民政府同基層社會之間嘅距離，仲有政府用治安方式處理政治同社會矛盾嘅限制。但解釋原因唔代表要淡化炸彈同暴力，批評港英政府嘅制度問題，亦唔代表要替傷害平民嘅行動開脫。6·7留下嘅問題唔係邊一方可以攞晒所有答案，而係一個社會喺不滿、權力同恐懼之間，點樣一步一步走到冇咁容易反轉頭嘅位置。你覺得理解6·7事件時，最應該先講勞工訴求、親中左派嘅政治背景，定係港英政府嘅制度同處理手法？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鍾意今集嘅話，歡迎訂閱史到如今，亦可以分享俾想了解香港歷史嘅朋友。我哋下集史到如今再見。